恁妈就是看我袂起，讨厌我。你到底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我就是衰。虽然副总编甲楚霸王拢无伫，但是够我介意你啦。不会，我就想你的。你无伫的日子，我就袂关心。其实你就好，还是我拢无法度甲伊放袂记。啊，你打算啥物时阵回来？等我无遐尔介意你，还是讲你愿意接受我的事？